主后2024年10月27日，三个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先咱来听读圣经，历代志上卷15章25节到29节。对安尼，大必甲以色列的长老指挥官拢去俄别以东的厝，欢欢喜喜将上主的约柜对遐接来。上帝帮赞扛约柜的利未人，因就献公的牛7只，公的羊7只。大必甲扛约柜的利未人，负责音乐的基纳尼亚，以及唱歌的人，拢穿幼麻布的长衫。大必阁穿幼麻布的衣服。安尼，以色列众人欢呼，分扫角，分喇叭，拍钹，弹琴，弹瑟，将上主的约柜上来。上主的约柜入大必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必王也跳也摇，就看紧伊。弟兄姊大家平安。古早人讲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用白话讲，就是讲，知影家己的毋对，阁会当改过自新，这就是上大的好。世间人拢干那注意看遐个成功发达的人事物。真少人会去注意成功发达的背后，有时阵是经过侪遍的失败，甲不断的改进，最后才会当得到成功的成绩。大必王也是一个有人的软弱甲失败的人，毋过大必难能可贵的所在，就是伊伫犯错的时，伊袂死毋认错，反倒当伊会认错、认罪，然后悔改，得到赦免，用新的性命来改过自新，也是赎罪。所以伊会当成做一个上帝所疼，也是人民爱戴的好王。伫千山约柜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半路中，虽然捌因为无知、无敬心、犯错、计较造成意外的事故，毋过经过3个月的事故调查甲重新规划约柜迁徙的方式，最后大必以成功佮圆满，甲约柜迎接安放伫耶路撒冷的新的场所。历代志上卷15章到16章，就是咧讲即段的故事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15章第1节到第3节，大必要准备迎接约柜。大必伫耶路撒冷完成伊的宫殿，也为着上帝的约柜准备好所在，搭一个布边。伫早期，约柜一直是放伫摩西所造的会幕，后来会幕一直停留伫基遍。若是约柜自从互非利士人抢去要送转去互以色列人了后，就一直停留踮伫基列耶林阿比纳达的厝20冬久。当大必先将约柜要移徙来耶路撒冷，伊心内想讲，甲约柜放踮一个固定的场所，甲伊下踮一个新的布边，以后伊要阁起一座华丽坚固的圣殿来安放约柜，做上帝永远的殿院。大必也针对进前迁徙约柜
的意外又做检讨，甲找出原因。原来约柜是爱找上帝所拣选做祭司的利未人来扛，意外的人也袂当扛，所以进前用牛车搬运，这是毋对的错误，莫怪上帝会生气。大笔即回相款，伊是先调集利未人甲以色列人做伙参与伫庆祝约柜要扛入耶路撒冷。第二段是15章的第40到15节，组织扛约柜的利未人。约柜其实是一个无介大的柴箱仔，若根据出埃及记37章第1节记载讲，约柜长110公分，宽甲悬拢66公分。约柜的重要性在于伊是非常神圣，也是上界神圣的器具，象征上帝同在甲宝座。因为安尼，扛约柜就爱非常的慎重甲谨慎，袂当随便失角擦。代表调集祭司阿伦的后代，甲利未人三大家族组成扛约柜的神圣队伍团，因也爱先洁净家己，准备扛神圣搁圣洁的约柜这个任务。第三段是15章的15节到24节，代表设立利未人负责圣乐团。虽然用乐器诗歌来学乐主，伫摩西时代就有。摩西的儿子米利安也捌组织妇女诗班，用玲珑仔鼓伴奏唱短歌。伫大笔弹赢非利士人的大汉人歌利亚了后，以色列的妇女也创作民谣，索罗台诗声称大笔台诗万万的歌曲。毋过，大笔伊进一步甲利未人组织做常态性的圣乐团，将敬拜学乐专业化、训练甲安排侍奉，这个也诚做日后圣殿服侍固定的侍奉。第四段是15章25节到29节，约柜迁入耶路撒冷。大卫王一家人伫俄别以东的厝将约柜扛出来，因就献公的牛7只，公的羊7只。若照撒母耳下卷第6章13节，扛上主约柜的人行6步，就献1只牛，甲1只肥的精生做祭祀。若对安尼来看，俄别以东的厝离约柜要放的新场所应该是非常的近。约柜扛煞的过程是非常神圣搁热烈的大庆典，也有圣乐团参与，以及大笔也身穿幼麻布的有德圣衫跳舞庆祝。大笔穿有德的衫，是毋是有合规矩甲身份，可能爱搁深入探讨。根据先知书撒迦利亚第6章12节到13节有言，弥赛亚伊要去做上主的圣殿，伊要有王的尊荣，坐王位统治，搁会有一个祭司伫伊的宝座边，因中间两个有和谐共识。大笔是王，也是祭司，政教是和谐合一的。只可惜，当众人伫热烈庆祝约柜扛煞入耶路撒冷的时，大笔的某
就是说着个查某囝，米甲煞看轻大笔，家己当作是小人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米甲就互大笔拍入冷宫，无搁再受重视。第五段是十六章第1节到第7节，礼成的伴手礼甲圣乐团的服侍。约柜扛入耶路撒冷的新场所布边内面了后，有伫上帝面前献烧法祭甲平安祭，然后甲人民做祝福。典礼结束后，也分互众人，无分男女，逐个人一块饼、一块肉，甲一粒葡萄干圆做伴手礼。伫即个以后，大笔也派圣乐团由亚萨做队长，伫上主的面前来服侍、恳求、感谢、称赞上帝。第六上赞的歌，10章第8节到36节。这段是大笔的诗，也出现伫诗篇105篇、96篇甲106篇的内面。内容主要是伫讲上帝以信守甲以色列民族的立约，也用以色列人会当对列国回归来做上帝是信实的主的证据。第7段是10章37节到42节，伫耶路撒冷甲基遍的敬拜。大笔迄时有设立2位大祭司阿比亚他踮伫耶路撒冷的约柜前服侍，伊也派撒督过去基遍伫会幕前服侍。伫耶路撒冷有亚萨甲伊的亲族协助，若是伫基遍也有另外一组服侍人员伫遐伫做工。全体人民转去因兜了后，大笔也倒去甲伊的家族祝福。历代志上卷15章到16章对咱有啥物教示，互咱通学习的？第一咧讲，知错改过自新，才是行正路。知错改过自新，才是行正路。大笔伫起初签刷约柜的过程并无清楚，爱有一寡禁忌甲原则，必须先了解互清楚。所以伊兴切切抓做伊甲以色列人民是咧做一件真好的大代志，上帝也的确会真欢喜，阁真满意。要拍算，伊用牛车载约柜，伫半路出意外事故，阿比拿达的囝乌撒也因为安尼，互上帝拍死。其实这项代志，做祭司的利未人应该爱负上大的责任，因为因太好接手，因看顾约柜这个相关的规定，原本就是因爱知影一清二楚专业的常识甲技术。毋过伫大笔要签刷约柜这件事，因竟然无人提供任何正确的意见，也是因已经袂记得着安怎做才对，也是顶一辈的祭司利未人并无认真传授这个要紧服侍的传承。总之，错误已经发生，上帝也用乌撒的死严重警告，甲提醒因爱照上帝的规例的办法来做，才是正确搁对的程序。大笔了后，伫3个月的时间，又找出问题的毋对，甲改进错误变正确的方法，以及重新做准备，也果然
找出着爱做祭司的遮个利未人来供约柜，而且众人员也着大声洁净家己，诚做圣洁，才会当服侍圣洁的上帝。成功的人是找方法，若是失败的人是咧找理由。咱通对大笔的信上看到，伊毋惊失败，反倒会对失败中找求安怎成功的方法。自由时报2024年10月25日自由广场有一篇黄卫兵投稿的文章，面对失败承认错误。黄仁勋的一堂课，讲到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，伊日前公开表示，伊的公司上新的人工智慧晶片Blackwell 的设计确实有瑕疵，而且这个错误100%是辉达公司家己的错误。伊讲，这种勇敢面对失败，佮承认错误，互伊会当对这中间来学习佮进步的机会。咱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之一，就是咧讲到人的本性有罪，咱是罪人，所以需要时时来省察家己、反省家己。有罪就需要认罪悔改，求上帝也是人会赦免，重新做人做代志，这才是真做新创造的人的途径。第二，开创新的时间，为主做新的服侍。大卫王伊本身是一个诗人、歌手、琴师，阁是音乐的创作者。可能伊自少年时就一直有一个梦，也想要用音乐的文字才能来服侍上帝。到伊做王，有较大的能力来做搁较大的代志，服侍上帝。伊就一步一步伫催促完成这个愿望。大起先伊完成千刷约柜的工，安放伫耶路撒冷王宫的边仔。然后伊扩大祭司甲利未人的圣工服侍组织以及范围。伊设立2个大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，互阿比亚他伫耶路撒冷约柜前服侍，也派撒督前往基遍会幕的所在做服侍。上时阵，互祭司甲利未人一项新的事工、新的任务。就是组织圣乐团，其中有指挥、有乐师甲唱诗歌的人，因分班明日伫上帝约柜前轮流献诗、敬拜俄罗上帝。这也为着后来圣殿会当完成的事工，增加较多元新的事工。大笔伫咧催促圣乐团新的事工的时，伊也找适当的人来担任队长甲副队长。阿萨伊担任队长，伊本身也是音乐家，诗篇中间有几首的诗是阿萨所写所创作的诗歌。大笔所设立的圣乐团，也诚做后来的教会组织圣乐队诗班，也是圣乐团学习的模样。当然，每一间教会对着无同的地区、甲文化、社会、时代无同款的需要，也有可能会发展出家己较特别，也是较有特色的新事工。这拢真好，无论是传统，也是新的事工，只要会当为着主做服侍，也互教会得到建造利益，这拢通是荣光主的事工，值得咱推广甲配合。第三，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上帝。大笔
为着听主上帝，咱看伫伊的一生，伫伊真少年的时，为上主的名，无要受着外邦人亵渎侮辱，伊战胜大汉人歌利亚，伊敬畏上帝，伊毋敢加害一直咧迫害伊的扫罗王，伊签署约柜，也是为着要尊荣尊重上帝的名，甲求救上帝。后来，伊也为着去造圣殿，大省奉献真侪金钱甲材料。伊也互祭司甲利未人会当安心尽职服侍上帝，伊有做真侪努力，佮组织圣乐团。咱也看见伊为着要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的路中，尽情跳舞，为着要荣光主，独独得到主的欢喜甲悦纳。即款的热狂的心志，是真实的服侍甲敬拜的表现。当然，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尽力听主上帝。这也毋是讲咱每日拢着爱踮伫教会24点钟做学乐祈祷敬拜上帝，也是甲咱所有的拢摕来奉献予上帝。这也毋是个圣经的教导，因为上帝互咱一礼拜有6日通做工，第7日通安息。就算是祭司利未人，因也论德，而且佫有退休的制度。上帝是爱咱用咱的性命、咱的生活、咱的一切来荣光主。无论伫教会也是伫社会，咱就是爱活出上帝儿女上帝子民的款式，做光做盐来服侍主、荣光主。这就是咱一生信仰的实践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看到大鼻龙怎样听主，虽然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有一寡瑕疵，毋过伊也伫错误的中间来找求，即个怎样诚侪主你所欢喜的款式，来找出原因，甲做正确对的服侍。求主你也互阮会当伫阮的时代、阮的地区，也找出怎样做新的事工来服侍主上帝，也互阮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来听主，互阮的一生也拢会通做光做盐，荣光主你的名，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，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